8月20日，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嘅一紙判決，為曾經叱咤商界嘅恒大集團創辦人許家印嘅傳奇人生畫上咗一個令人唏噓嘅句號。因涉及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集資詐騙、違法發放貸款、欺詐發行證券、單位行賄等多項罪名，許家印被數罪並罰，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同日，恒大集團被判處罰金人民幣88.2億元，恒大地產被判處罰金70億元。法院同時明確，退賠受害人損失優先於罰金同沒收財產嘅執行。呢一判決與其約20年前喺香港富豪圈鋤大 D 牌局上長袖善舞、絕境求生嘅黃金歲月構成咗極具衝擊力嘅命運回響。時間倒回至2008年，那係許家印商業生涯中最驚險嘅轉折點。彼時，恒大首次赴港上市受挫，金融危機令其資金鏈命懸一線。據估計，資金缺口高達逾100億元人民幣。喺危急關頭，許家印經英皇集團主席楊受成引薦，得以接觸到香港頂級富豪圈大 D 會。呢個圈子嘅核心係酷愛鋤大 D 紙牌遊戲嘅新世界發展創辦人鄭裕彤，成員包括劉連雄、張松橋等知名富豪。為咗贏得鄭裕彤嘅信任，許家印每週末都前往鄭家培打牌，歷時約3個月。據在場人士回憶，許家印牌技平平，卻從未缺席。呢種堅持最終打動了鄭裕彤，而許家印亦憑借誠意贏得咗呢位大佬嘅認可，進而博得咗圈中其他富豪嘅好感。呢場牌台外交好快換嚟了真金白銀嘅救援。2008年6月，鄭裕彤通過旗下周大福以1.5億美元入股恒大，並聯合科威特投資局、德意志銀行等機構，合計向恒大注資5.06億美元。呢一筆救命錢幫助恒大渡過難關，並最終於2009年成功登陸港交所。上市當日，鄭裕彤、劉鑾雄、楊受成等大 D 會核心成員罕見咁集體亮相站台。彼時51歲嘅許家印身家暴漲，首次問鼎內地首富寶座。此後多年，雙方商業合作緊密，從聯手投資萬科到劉鑾雄家族多次認購恒大債券。呢個牌友圈喺好長時間裏都係許家印重要嘅資本後援。然而牌局終究有散場之時，隨住鄭裕彤等老一輩故去，以及恒大自身過度擴張同高槓桿模式嘅失靈，昔日牢固嘅盟友關係亦因為恒大嘅巨額虧損而蒙上陰影。劉鑾雄曾公開表示投資恒大虧損上百億，但坦言不怪許家印。而如今隨住法律嘅一審宣判，許家印從昔日牌局上嘅求生者淪為階下囚，那段靠鋤大 D 建立起嚟嘅黃金歲月，亦徹底成為咗商業史上嘅一段塵封往事。